母娘早婴啊，因为头拖你分袂清楚伊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所以我是讲一定爱是嘛是爱有姑娘还是公主。所以恢复姑娘，我感觉较是早婴啊，无你讲头拖咧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哦，是这个可能这个人若是较去乞丐王子，你嘛会使讲伊是头拖啊，对无？所以我是讲应该是恢复姑娘。来，咱的用用的，我感觉因为头拖穿头拖头拖看起来足可怜的，就是甲灰姑娘看起来较像，就是安尼垃圾啊，对，规身躯安尼啊，较有迄个画面就是较垃圾安尼。姑娘有遐简单无？应该是无遐简单。正确的答案哦，伫咧美秀迄边。我讲的吼，讲你若讲头拖唔知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吼。那这个恢复姑娘就真清楚是查某的嘛。咱知影这故事这个主角是查某人啊。是。咱过去嘛有一条流行歌，可能较侪会知影，讲水车姑娘。水车姑娘。伊就是打水车的，所以叫做水车姑娘。所以这个讲法自来就有的，就是讲称呼伊做啥物工课的查某囡仔叫做啥物姑娘。所以这个叫，因为伊规身躯全这个头发肤嘛，恢复嘛，所以咱叫恢复姑娘。